羞羞。变水天梯那管天破意，给背在孤单。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经济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日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所所优秀，毋甘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过来呀 ！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哦。我们在稍等一些朋友进来的过程中，等一下来唱个歌曲哦。来，欢迎我们的 WU 大，他说呢，你好，感恩你，感恩我们 W 大，你好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一上来就说老师晚上好，不敢称老师啊。感恩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我们晚上好哦，也感恩你的赞。也感恩你呢不论呢到师父那边去听法偶尔呢来听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都感恩你哦给我们皮筋儿小蘑菇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舒冠宇，感恩你哦，感恩你上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先唱一首我们歌仔戏的曲调，叫做《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这首《都马调》哦。欢迎大家上来咯。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陪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新行行。片段古汉广播互恁听，祝恁今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
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做直播电台的节目，那每周四呢是台语电台哦。今天阿涵有水水美美的不？昨天哦，跟大家分享到，你看哦，这样子的摆设呢，突然间哦，让大家去想到过去我们所看的这个台湾奇案哦，这个阿朱，这个贵宾猪哦，都会说，阿朱给那里有美美的不？所以呢，就来模仿一下哦，这是早期的电视啦。那呢，我们就来模仿一下，做个现代的电视台这样子哦。欢迎我们的策哲，我们策哲说呢，很高兴，如果呢你们要到台中有时间的话呢，我每个月呢都会固定去喝咖啡，在台中市的公司。台中市这个大墩这个12街172号，它是营业礼拜二早上9点，是下午4点，到礼拜六1到礼拜六，如果你们要来的话，提前通知哦。这个是咖啡厅的店面就对了，是不是吗？这个侧泽这个住址，如果是咖啡店的住址呢，就欢迎哦。因为呢，我下午看到他的留言哦，我想说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你家住址咯，这样会有点恐怖哦。原来是咖啡店的住址啦哈。侧泽如果有空的话呢，加我的 LINE， 然后呢，我们来约个时间。我礼拜五其实我这礼拜五原本有想要上台中一趟但是我看到你写10号以后啦所以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约这礼拜五然后上台中一趟，特别去找你哦吼。来，欢迎我们的 PATA 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广播电台呢，主要推广这个文化戏曲，以及呢，在线上会跟大家说一些呢这样子新闻的小知识，以及书籍小知识哦。欢迎我们的 HO 大大，欢迎你哦感恩您明天的天气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明天台北地区的降雨的几率大概在30%左右，所以说呢，如果明天在北部的朋友，记得带一个雨具，带把伞，带一个雨衣这样子哦，以防万一这样子哦。我先回答一下这个力 ICH 大大说呢，有想要跟其他演员合作吗？有啊。如果你是不管是现代剧演员，甚至呢你是舞台剧，或者是呢你是歌仔戏、京剧，或者是客家戏，都可以呢私讯我。我的脸书呢叫做郑雨涵，脸书跟 IG 都叫做郑雨涵，甚至呢底下的连结资讯栏有我们的这个LINE 的群组哦，也都可以加入，那呢很方便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想要合作的朋友不管你是编剧，你是导演甚至呢你是美工设计，都可以跟我们做合作我今天才在讲我说呢，一个人呢要制作这张专辑，我要做后制，我要做编剧，我要做录音，我要做混音，又要做行销，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刚好我们力 ICH 大在提问，
如果有想要合作的人，都欢迎呢跟我们做合作哦。再来念一下，感恩呢我们的 TAKU 大大，他说帅哥雨涵好，感恩我们的 TAKUM 大了哈，你不嫌弃小弟的平台，那呢小弟呢在推广文化戏曲，我叫做钱蛋雨涵，也叫做郑雨涵哦，不管叫做什么名字都好，都是我们一个媒介认识的管道哦。来，我们策者所说呢，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们买便当这样子哦，没问题啦。我跟你讲，这个皮基呢小蘑菇在哪个县市？如果呢你在不管是台南呐，或者是在这个台中呐，还是在哪个县市跟我们说，那呢我们也可以约个见面一起去喝杯咖啡这个策哲说他在台中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台中喝个咖啡约去那里喝咖啡哦。来，我们策哲说呢，我们在社会有多元的思想，以及呢我们都会好好的向每个人问候，这是一种理由。当你在公司繁忙，你也不要厌倦，因为我们的脾气随时都会爆发。真的呢当我们在烦躁的时候呢，脾气随时会来了然后呢这样子爆发呢就像是呼吸法的肺活量呼吸法的肺活量你的空气从鼻子呢到你的口腔含在嘴里，在你的心胸呢下丹田存入下丹田它会有一种漩涡带动丹田带动你的气息带到头上，你不用想太多，自然而然就会顺着把这样的呼吸带给每个人的健康你有时间就要去做去帮助人的事情，在繁忙之中也要我们都要孝顺父母，他是你的活菩萨。虽然在工作，也不要认为说谁对你不好，我们的观念这里欢乐，每个人打得不好的这个空间时间上应用上，大家欢乐的气息，美好的福气，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感恩我们策者的祝福，给你一个欢呼声感恩策者的祝福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陪伴我们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呢，跟大家报一下新闻今天呢有一个新闻是桃园地区有一个毒驾的吸毒之后呢，他毒驾那么毒驾之后呢，撞到一个货车，哇！这个货车被他撞飞了，就撞这个电线杆，那当然呢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个一撞电线杆之后呢就死亡了。所以说呢人家在说你不撞人，别人会来撞你这果然是啦也是一个可以算是说就是命运嘛，秒文天注定，就刚刚好呢也这样子就被撞了在你家附近发生的哇，那这个利 ICH 大大很恐怖这个利 ICH 大大是演员吗？你怎么会想问说有机会跟其他演员做合作吗？你是不是演员，还是说你只是呢爱好我们的戏曲？所以说呢有这个想要提问的也欢迎加我的脸书或 IG， 甚至加我们的LINE群组，可以跟大家做互动聊天这个货车司机呢当然就非常的严重了，被撞一下当然就撞到这个柱子啦，那就死亡了。那呢在路上呢，其实今天有好几则的新闻都是有关于车祸，有关于这个烟火，有关于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们呢等一下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哦。我们呢都会用这一些音乐呢来跟大家做个串场，也感恩呢这一次的专辑一路打今日的专辑哦，有我们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的合作，才有这一些音乐可以来做我们线上的播出，感恩我们大明园歌剧团。来，我们的力 ICH 大大说呢，哦，不是，只是爱好戏曲，想看呢跟其他演员合作会不会更精彩啊？会呀，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好友坊电台也有邀请我们这一次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来上节目，那呢有机会再邀请不同的老师来上节目，以及呢一起来录制一张专辑。明年度一样会来录制专辑，那呢，明年度的专辑的主题呢，我已经设定好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铡美案，这个单色美陈世美反间。那呢，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做法下去录这一张专辑？专辑呢，我们是 CD 专辑所以呢是只听得到声音的。那呢，你可以在这样子当中呢，听到我对角色的诠释，那呢有机会跟其他演员来做合作，那我们也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演唱法感谢我们力爱 CH 大大的提问哦，今天好多朋友都上来哦，有我们 WU 大，有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然后呢有我们的冠宇。有我们的彻哲，有我们的 PATA 大，有我们的 HO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力 ICH 大大，好多朋友，不管新旧朋友都上来，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先来唱一首歌曲，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七字调。通常呢，我们都只听过这个新徛北北照三关。该话兽医回中完，抱歉哦，突然间卡了一下。该话兽医回中完，那呢，我们来听一下不一样的七字调。在我们一路打今日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以及公主来论身份地位的差异，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七字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好庙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说明。一首呢不一样的七字调，给大家呢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有一种呢霸气，有一种威严。有公主呢在跟他讲说，天地君，都要照安排呀。你怎么不照着安排走呢？你怎么不照着我的指示走呢？这不一样的感觉咯。欢迎我们的这个心灵，然后呢，我们的 AKA 大大，
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的掌声，感恩你的掌声。我们呢，这个 AKA 大大说呢，你是金牌杀手娘娘腔嘛？这个不一样了哈。我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这就是为什么本频道呢叫做钱蛋雨涵哦，因为呢钱蛋呢，是我的这个行当，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那我们所看过的这样子，杨丽花、陈雅兰，甚至呢叶青等等，黄香莲，这些呢就是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叫做昆声，有着不一样的模式哦。所以说呢，大家聆听这个电台，可以听到男生角色，可以听到女生角色，是不一样的哈。感觉这样的布置呢，这样子的福气都上来了，有种这个台湾奇案的这个阿祖给那里告美美的感觉哈。来，欢迎我们的林小姐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大家一个欢呼声哦，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有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都欢迎跟我说哟哈。来，欢迎我们的 F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怎么有空上来呢？感谢你哦。他说呢，钱蛋好，感恩你的支持，感恩你的赞美哦，感恩我们的 F 大大。哇，我们的林小姐很可爱哦。她说呢，晚上好，大家好。大家线上的朋友呢，都互相打个招呼，这就是善缘呐。你跟我打招呼，我跟你打招呼，你跟我聊天，我跟你聊天，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啊！大家互相认识，大家互相不嫌弃，即便呢只是在网络上的交友，那呢也是非常的好哦。但是网络交友当然也要注意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这个网络诈骗哦。也欢迎呢我们的这个 N2K3Y 大大，欢迎你哦！哇，晚上好，连续2天都上来报道哦，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我们的翁伟林他说呢，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哦，感恩我们的温伟林，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在跟大家讲这个新闻之前呢，再唱个歌曲给大家听哦。等一下呢，跟大家聊一下哦，今天为什么坐姿呢翘这样的脚哦，没有把这个脚呢放在这个椅杆上哦，是谁给我的建议？以及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一下啦哈。来，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浪。好可爱的名字哦！你的名字是以前那个空龙卡啷卡啷康那个歌曲吗？这样子哦，蛮搞笑的名字哦！也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听个歌仔戏曲调哦，没错，来听个歌仔戏曲调，这个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会不会腰酸哦？会，腰很酸，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换来换去哦。在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我们公主要出台的歌曲。那这个公主呢，非常的娇蛮的个性，我们来听听看我怎么样表现这个公主的个性哦。阳光不起早相守，心不跨心不留，为爱多做的白袖，恋恋今宵老有
平地，那一个爱结连理，心情两个样归。便水天梯乐君，我是见过伊，下辈在负担，不买回归。哇，感恩！我刚才看到越来越多人的留言哦，感恩你们哦，吼！这个恐龙卡郎呢说呢，没错，它就是由这个恐龙卡郎康这个呢由来的这个名字哦，也是蛮搞笑的哦，也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伟林说呢，这样做会不会腰酸哦？会。但是呢，据昨天的这个朋友所说哦，因为我昨天的坐姿是这样子哈，表演一下昨天的坐姿。昨天呢，我的坐姿呢就这样子哦，然后呢夹在这个椅子上、椅杆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舒适哦，就跟我们在穿这个不到呢，我们的朋友有在注意哦，我的姿势，他说呢。这样子哦，你是会紧张吗？还是怎样子哦？为什么会夹在那个椅杆上哦？他说呢，这个做法呢，还蛮丑的哦。所以说呢，我后来想说，不可以，不可以。既然呢被反映的哦，这个方式呢有点小小的丑，那不行不行，我们呢就要把它改掉，这样子哦。哎呦，这个网络有没有连线哈？我来看一下哈，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呢，赶快哈，我把这样的坐姿呢，把它改回来。那为什么会买这种椅子呢？为什么没有买，比如说两边有扶手的啦，还是可以整个靠着啦？其实它有靠着，我也是这样子靠着哦。原因点在于哈，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坐得太舒适了。才不会，其实我有想过用个沙发椅来坐，或许会更舒适一点哦。来，线上朋友，你的网络有没有卡卡的？如果有卡卡的，要跟我说哦，哈，我就赶快调一下网络哈，赶快调一下角度，这样子哈。来，再来呢，我们的林小姐说呢，昨天也有来哦，原来如此。那你要记得呢，每集哦都上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我才会记得说呢，你有上来哦，吼，线上朋友哦，如果你们没有打招呼的朋友哦，我只看得到线上有多少人，那呢我看不到有好朋友上来，所以说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要害羞，跟我们打个招呼这都没有关系的哈。这样子做哦，会不会很辛苦？没有关系，我们呢尽量的给大家一个舒适的感觉哈。这个呢，伟林说呢，有变模糊，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还是呢一样是很模糊？会不会很模糊？如果很模糊，我就要赶快再调回来哦哈。来，再来呢。明天也要来哦，没问题，明天来也好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内容，还会跟大家说一些新闻的小知识哦哈。伟林说呢，好强哦，好好听哦。你会换声音哦，实力派的也没有到实力派的，大家不嫌弃哦。我常常在说，戏曲呢有分这个
唱作念打，唱就是我们的歌唱，做呢就是我们的身段啦、动作啦，念呢我的口白、我的演说。那呢法呢也是包含在身段里面，我的走路的方法，我的武打的动作等等之类的。那呢唱作念打里面呢，我只会唱，其他呢不用考我，那个武打戏呢绝对被你们考倒这样子所以说呢，我常常跟线上的朋友说，没有很厉害啊，你们称我一声老师，我也很感恩。那呢，唱作念打，我只会唱这样子这个呢，冠宇也跟大家打招呼哦。然后呢，林小姐呢也说这样子，实力派的这样子哦，感恩你。这个呢，侧哲说呢，优雅但美观。歌仔戏的腔调哦，柔性温和，带给每个人心情快乐。在这样的繁忙的一天里，有美好的歌声带动，让每个人快乐哦。在这样的空间，文化气息美观优雅，哇，美观优雅哦，代表呢，这样子的布置哦，也让你们觉得有点舒适了哈。来，再来呢，他说呢，美观优雅，然后呢，歌仔戏本柔性，这样子呢，热情交汇呢，让暖心的美好快乐，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夜晚。有开始这个模糊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把呢，这个镜头转过来哦，看大家的留言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听一下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歌曲，然后呢，我来瞧一下镜头，感恩大家。要安心，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照我，乐观第一。哇，欢迎大家回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要不要切换一下网路？我怕切换网络哦，大家会有点断讯啦哈。我们先不切，那呢，等一下看一下哦，等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状况以及我的网络状况哈，拜托给一点力哈，唔通大家弄安尼哈，都快帮你们广告这个网络哈，这个网络怎么会这样子哈？来，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所说的话，这个刚才 T 大大有说哈，有点变模糊哦，哈，有好一点点，然后呢，这样子哦，明天呢也要来，感谢哦，那欢迎我们的林小姐，明天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跟你说个感恩，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哇，淑英姐晚上好，抱歉哈，那个常常会有网络的问题，然后呢一直变换网络我也想不到之前网络明明有去升级了，还给我会突锤哈，所以说呢，大家体谅一下我会尽可能的呢赶快来改善这样的状况哈，欢迎我们的淑英姐，很抱歉哈。然后呢，这个呢，空洞康康呢说这个直播主的脸很帅气哦，哇，你不嫌弃啦，这么会讲话哈，说直播主的脸很帅气，感恩你哦，感恩我们的空洞康康康康康，其实我不会唱流行歌啦哈，随便乱唱一下哈。来，再来呢，侧着说呢，如果腰会不舒服哦，就要放颗枕头，让你靠着比较不会不舒服。
也还好啦哈，这样子呢做习惯就很舒适了。因为呢，我当时候去选椅子呢，也有特别选一下这张椅子哦，觉得说啊，在广播电台上呢看到这样的椅子呢，比较舒适一点点哦，比较舒服一点点。发现哦，刚才那个角度呢，一直在照后面的背景而已，没有看到我全身哦。我们瞧一下，这个方式哦比较缺点一点，因为呢没办法看到这个整个房间的布置啊。但是我们为了网络的问题，我们先这样子度过一下哈。然后呢，这个可以唱戏曲版的《空龙康拉》吗？哇，你这个真是有点考倒我了哈。戏曲版是要怎么唱《空龙扛狼》呢？这也太困难了吧哈！来，我来放个背景音乐，让我们聊个天，来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一些新闻媒体上今天的新闻哦，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新闻哦，那呢也让大家呢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时间，可以顺便聆听到新闻这样子哈。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腰部呢是职业哦，吼，没错，感恩我们的伟林的祝福，感恩你哦，吼，真的啦，腰部也是我们的职业，不管呢是这个伟林哈在做，我突然间看到哦，伟林在做油漆喷漆的哦，吼，欢迎我们的伟林哦，我有偷看了一下，在做这个油漆喷漆的哈。林小姐，你要先走了，没问题，明天见哦，吼，明天再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没问题。如果呢有油漆的需求、喷漆的需求呢，欢迎找我们的伟林哦，我刚好看到他的 YouTube 有在做广告，这样子哈。来，感恩我们的淑英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淑英姐。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哦，每晚呢都跟我们共享这样子欢乐的时光，感恩我们的淑英姐。然后呢，感谢大家终于把这些留言念完了。然后呢，伟林说很有气质，感恩啊，感恩伟林的称赞，感恩你哦，吼。今天呢，还有一则新闻，也有关于呢这个机车的车祸。大家注意一下，骑机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今天有一个是双台机车的车祸，但是呢，因为他撞到他之后呢，这个机车喷飞到对向车道的内车道哦，结果呢，这个男子因为就被汽车给碾过了，那也因为这样子而死亡哦。所以呢，骑机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说你不撞人因为别人偶尔也会撞到你啦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累积福气，那呢让大家呢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哦。我每一场直播都会在我的虎爷前面都会做一个点灯，也是呢祈福大家都平安顺心吉祥感恩，这就是每集为什么直播前面都会所说的话语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我们的伟林的提问哦，他说呢，每天几点开播？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在做直播哦，所以喜欢雨涵电台的朋友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相见。那呢，如果你要知道新资讯呢，在我们的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哦。那这个赖群组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匿名的群组，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随便取个名字就加进来。那呢，但是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哦，要回答说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加进这个群组，你要跟我讲一下说，比如说可能 YouTube 连接进来，甚至你是谁这样子哦，让我知道一下不然呢，我不会把你加进来哈，因为现在网络诈骗非常的多哈，有时候我会忘记进来哦。
没问题，感谢我们的淑英姐，因为呢，前几天其实你有进来第一场，然后呢，也因为网络的问题啊，所以说第二场可能你就没有进来啊，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感谢我们淑英姐的支持哦，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的支持，感恩你，感恩淑英姐，再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不管是我们台湾的好友，全台的好朋友，以及呢有好多线上的朋友啊，马来西亚啦、福建啦、新加坡啦等等，好多朋友都上来跟大家做互动，做这个善的循环，都感恩大家。也因为你们的关系哦，有你们的善的循环，也让我呢接到一个鼓山的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服务活动。那只是一场单场性的，但也是一个很感恩的活动，这样子哦。那呢，跟大家讲一下，网络诈骗现在非常的多哦，包含有我们这个呢，知名的提拉米苏店，也都被呢这个仿冒都被诈骗哦。有这个也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哦，来台湾呢订购这个提拉米苏的时候呢，被网络诈骗。那呢，经过他的台湾朋友才知道呢，原来呢，这个网络的全家这个是货到付款的，这个卖货便是货到付款的，不会呢叫你用汇款的方式哦吼。所以说呢，现在的网络诈骗很多。也包含呢，我们在要提领1万元的普发1万哦，大家也都要注意哦。如果有一些网址呢是先登记，然后呢之后再领的，也都要注意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政府的网站，不然呢，现在已经抓到4个了这个盗版这个诈骗的网站咯，建议大家呢还是去这个邮局提领ATM 提领呢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我们皮筋二小蘑菇呢说你很忙哦，这个骑脚踏车，然后呢跑来跑去赶场哦。皮筋二小蘑菇，你要赶场去哪里？为什么没有带我去呢？为什么把我留在原地呢？开玩笑的哈，脚踏车不能双载哦。为什么没有载我去呢？哈，再给大家唱个歌曲，这一首歌曲叫做《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这是我到时候要去比赛的歌曲啦。所以说呢，每场直播都会唱一下啊，大家陪我复习这样子哈。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是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教训完这个公主之后，要绕跑下台了。那呢，这个这个呢，公主呢，当然就要去禀告这个父皇哦，禀告他的皇上说呢，怎么呢？这个驸马打我了吼，这样子，你又赶回来了吼，你刚才赶去师父那里吗？是吗？赶场很辛苦哦，所以呢，固定在我这里就好了啦。来，我们来听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吼。跟大家开个小玩笑，那呢，雨涵电台呢，就是给大家一些新闻小知识，那呢，各种小知识，然后我们的直播、戏曲推广、聊天场这样子哦，来听一下歌曲。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痒，红酒假死伊生病，大好饮气好心不惊。驸马孝心无情意，敬畏爹娘望妻离。风风远边冲了去，阮内去灵来，才
笑天，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顾这情意，定过红颜情意。这个七字联、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哦，作为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结尾，那也代表说呢，这个驸马呢打了他，那呢我要去跟我的父亲呢，皇上爸爸呢所禀告，这个驸马居然打我，那呢后面的剧情会是怎么做呢？我们这一出的折子戏呢没有写到。那呢，事实上呢，这个皇上呢会把它和解掉哦。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可以听到七字调、都马调、电视歌仔戏曲调，不论是我们的花娇艳、良夜之歌，然后风萧萧、莲花铁三郎，以及我们七字的延伸版，七字连空奏、带七字一、七字连、七字摇板。等等之类的歌仔戏的曲调都听得到这样子哦。所以说呢，如果有兴趣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朋友呢，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可以做购买哦，一张360元而已，很便宜的跟大家结缘的价格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做购买哦。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赶场回来了哈，固定在我这一台就好了哈，1个小时的时间没多久了哈。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每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林小姐也赶场回来咯。林小姐跑去哪里？跑去倒垃圾，还是呢跑去哪里做家事吗？欢迎大家呢，一边在做家事的过程中，陪伴家人的过程中，陪伴朋友的过程中呢，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叫做广播电台呢？因为呢，你不一定要看这个荧幕，你不一定要看这个手机荧幕因为呢，主持人没有长得多帅所以说呢，不一定要看他，只需要呢听个声音也好，这样子所以呢，也让你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冠宇以及我们的 JOE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很多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的林小姐说跟你弟弟玩没问题。欢迎大家呢收听雨涵广播电台，觉得不错的朋友都欢迎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好友知道台湾的文化戏曲林小姐她说呢，跟弟弟玩，那你几岁呢？是不是也是小朋友的年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也有一则新闻，大家呢如果在放烟火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火烛今天有一则台中的新闻台中北屯区，那呢为了求婚找厂商呢来放个烟火，结果呢发生了一件这个草皮呢旁边的草皮呢就因为被烟火呢引燃了一场大火，当然没有伤到路人，没有伤到其他人，但是呢就连人行道也被烧到了，那这个是会被国家赔偿的会被求偿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在放烟火方面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呢，是否在这个10点以前附近的环境会不会太过于吵杂大家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咯。哇，我们的林小朋友才10岁耶，感恩10岁的小朋友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希望呢哥哥在唱歌或者是你要叫我叔叔也可以了叔叔27岁了，
所以说呢，叫叔叔也不为过。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吼。今天有好多朋友哦，有我们的 WU 大，有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有我们的冠宇，有我们的车哲，有我们的 PAT 大，有我们的 HO 大大，还有呢，有我们的力 ICH 大大，然后有我们的 TAKU 大大，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以及呢有我们的这个 N2K3Y 大大，以及我们的伟林哦哈，还有我们的空龙康浪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林小姐，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舒英杰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都要记得跟我打声招呼，然后呢，15人哈，越来越多人。然后呢，偶尔也会变少人哈。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因为是文化戏曲的推广，所以说呢，不一定这么多人在观看，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大家如果喜欢，都欢迎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来唱首都马调给大家听，这个也是在我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哦。我们的小朋友也是台湾人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可以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将事假大义。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会当哦听我的条件。什么条件？用我行本身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的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本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下意。公主啊，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留完你个证，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定，你啊做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能情。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都马调，也就是呢都马班来我们台湾所做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所抄的歌曲，然后呢我们看到上面写都马班，我们就给它写作于都马调。在我们一怒打金枝专辑里面的也有收录这首都马调。那呢在形容说呢，这个驸马呢不小心赏到这个公主一巴掌之后呢，当然了，这个公主逼他下跪行君臣之礼，结果呢公主还是不原谅他。那不原谅他怎么办呢？那怎么办？等一下呢就会来教训他哦。大家如果听得不错的朋友，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好朋友知道哦。
雨涵的广播电台很用心在做直播，因为呢，我白天有我正职的工作，我在超市业工作啦。那呢，晚上赶快呢下班回来，赶快洗个澡，看个新闻，抄个新闻内容，那呢，赶快上来做直播节目。所以说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不论呢是戏曲文化，然后呢我们的新闻，我们的书籍小知识都有在做推广，然后呢我们每周四都还有这个制造中心的公益活动哦，非常忙碌。那呢我的朋友也在问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哦？真拍摄都有点忙，除了这些时间点以外呢，都有空这样子哦。来，感恩大家的回馈哦。有我们的伟林说呢，把你这样好的频道呢推荐给姐妹朋友们哦，感恩我们的伟林，感恩你的支持啊。直播开到几点哦？通常我们都是呢晚上8点开到9点呐。有时候大家比较热情一点，我们就开久一点这样子哈。有时候聊到9点半，像昨天聊到10点这样子哈。所以说呢，大家有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喜欢聆听就多给我们支持，多给我们聆听，推荐给你身旁的好友，那多跟我们做互动哦。有你们的互动哦，我也才知道呢，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文化戏曲，那有你们的互动，那呢我们才更有动力这样子哦。有我一个人在制作的频道小弟呢没有很厉害，所以制作的没有到很好，但是呢我们共同来做这样的善念，来做这样的推广。这样子哈，感恩我们的晨晨，他说呢很好听，感恩晨晨哦哈，感谢你上来这么久哈才给你回复哦。我们的晨晨是佩瑜哈，感恩我们的佩瑜给我们的支持哈因为呢要一边聊天一边讲新闻内容所以说呢会比较晚一点回复很抱歉。感恩我们的晨晨，那感恩我们的林小朋友，他说睡哦。赞哦，感谢你的支持，感恩。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大家的支持哈，然后淑芬姐说呢，这个蘑菇好忙哦，没错，蘑菇呢，这个在师父的台也去看然后在我的台也去看两边赶来赶去很忙很抱歉让你忙了但是我们很用心的在制作，也欢迎你哦。很搞笑淑芬跟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他们是姐妹的概念他们是很好的朋友。那呢也感恩他们都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们哦也感恩我们的 WISS 大大，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他说呢，这个声音呢，主播的声音呢好听感谢你不嫌弃。他说呢，内容也很特别，然后呢会越来越火红的感恩我们的这个 WISS 大大，感恩你哦但是因为呢我不会这个英文所以我没办法念出你整个英文的这个名字跟你说声抱歉来，感恩呢这个伟心说呢，看到你满满的诚意，用心在做，感恩伟心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些内容这个直播的架设，然后呢专辑的制作，所有呢都一个人亲手的亲力亲为下去做了不管有没有赚钱这是一个文化的推广，那也欢迎大家你们要多多帮我推广出去哦，因为呢有你们推广我也才会有收益现在我们的电台是没有收益的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电台是没有收益的来，再来呢这个柔宇说大家好这个林小朋友说呢你会台语，感谢这个
欢迎你上来。你会说台语哦？那呢，每周四欢迎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四呢都是台语电台哦。这时候呢你会台语更加的赞哈，掌声鼓励。然后呢，我们的等一下哈，你再来要休什么时候呢？现在哈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做直播，再来休什么时候呢？就是6日2天休息了哈，再来会比较正常一点哦，6日2天休息。但是呢，下礼拜一跟大家广告一下哦因为呢，我上礼拜呢去看了一出明华园天志戏剧团的戏出，叫做《金王传说》。那呢，非常的好看。那呢，它在下礼拜一，在我们11月10号，下礼拜一呢，在我们台南的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也有在做户外公演哦，不用钱的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成功大学光复校区11月10号可以去看一场公演。那呢，我有可能会请假去看这一场公演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最新的资讯，也可以加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郑呢是郑成功的郑。宇呢，就是宇宙的宇，涵养的涵，跟我们这个频道上所看到的字没差没扯一模一样，这样子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都会有推播通知告诉大家再来呢，我们的伟林说呢是维林呐，是不是？还是魏林？应该是维林，对不对？因为呢，我告诉你小弟呢知识浅薄，没什么在读书你考我台语呢，或许会考我中文字，考我数学，考我历史，考我什么呢？通通都不会。很抱歉我有办法呢，高中时期这个3科科目加起来刚好100分，正准100分，所以说呢，所有东西都很差感恩我们的这个郑文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文林，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 JESS 大他说呢，长得很帅哦，感谢你的支持，感恩大家不嫌弃啦。上电台的时候呢，会特别打扮一下，那平常呢，当然就不打扮感恩你的支持哦，感恩我们的文林以及 JESS 大大，欢迎你。以及呢，这个信这个 XIN 大大说这是什么打扮呢？这个普通的打扮平常呢就是穿这个正式服装这样子上来广播电台。那呢，如果想要看这个扮相上呢，这个歌仔戏的扮相，那当然呢就要我有演出的时候才有这个扮相可以所看到这样子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小朋友说了，林小朋友说你都考300分3科加起来有办法1科都100分感谢你，欢呼声给你一下这样你很厉害来，等一下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新闻内容在聊新闻内容以前呢，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内容，到现在都还没聊到互动太多，聊天太多呢，到现在都还没聊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你都如何自己充电呢？像我如果去看了一场戏，甚至呢今天在洗澡的过程呢，听一下自己的这个专辑内容啦，就觉得呢很棒了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场很棒的体验了，就为自己充电了刚刚是不是宕机了？有没有？大家刚刚有没有宕机了一下呢？如果有宕机我好像要切一下路是不是宕机了呢？来，
我来切一下网路，给我1秒钟的时间哈，切一下，马上回来哈，不然呢这个网路哈，我怕点小小的时间。OK， 好，切回来，看看呢这样子是否呢有比较好。哦，刚刚呢跟大家要聊了哈，卡了哈，这样有没有回来了？有了哈，没问题。哇，等一下呢，一定要再来重开一下网络哈，真是抱歉，又来哈，现在还是有一点模糊哈，没关系，我们来讲一下主题内容哈。我公告我老瓜哈，好累哦。啊，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做呢，你都用什么方式呢，让自己充电呢？像我呢，看个戏啦，甚至呢，给大家哈，我听个专辑啦，我就呢充电回来了。甚至呢，这个呢，给大家做一场直播，心情就变好了，就好回来了。那这就是我的充电方式。那不知道呢，大家有什么样的充电方式呢？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甚至之前呢，这个呢，麦克风我觉得太耗电的时候呢，我就换了这个充电电池，那呢，也变好了。所以说呢，用这个充电的电池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响应环保，我们用充电电池可以重复的利用，非常的顺遂，这样子哈。感恩大家都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来充电呢？那呢，我们的 JOE 大大说清楚了哈，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多多跟我们做互动，欢迎我们的 JOE 大大多多跟我们跟我们聊天掌声鼓励。哇，欢迎我们的 JUN 大大，他说早安新粉感谢你的支持，也感谢你上来宇涵的广播电台。宇涵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这个直播节目。那呢，做这样的直播节目呢，应该是不错啦给大家听一下文化戏曲的内容。那呢，也给大家呢讲一下这个新闻的小知识、书籍的小知识。让你们呢，不管在吃饭啦，然后呢，在陪伴家人、陪伴朋友，在洗碗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聆听宇涵的广播电台这样子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 JUN 大大哇，而且呢，他说早安你在哪个县市？甚至呢，你在哪个国家？为什么说早安呢？你在哪里开工早安然后呢，感恩我们的这个阿生，欢迎你上来宇涵的广播电台。一样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内容，然后一定要跟大家播报一下新闻内容我们的 JOE 大大说呢，他平常呢如何为自己充电呢？听我的广播电台呢，就是为自己充电。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也感恩线上的大家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鼓励你看这样子呢，帮我充电，你帮我充电，那我帮你们充电感恩大家。哇，然后呢，最近呢，如果有要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咯最近很累这个 JUN 大大呢住在这个桃园他说呢最近很累，所以说呢欢迎你上来聆听宇涵的广播电台来充电为什么累也都可以欢迎跟线上朋友呢大家来聊天，你可以说出你为什么累啦，那线上朋友呢可以支持你的，可以鼓励你的呢也打一些话上来支持你，上来鼓励你
大家呢，如果打得出这个掌声的啦，还是打得出爱心的啦，先打个爱心或掌声呢，来给我们这个 JUN 大大呢，给他充电一下哈，给他加油一下哈，感恩大家。然后呢，这个林小朋友说你要先走了，没问题早点睡。我们10岁的小朋友哈，来 JUN 大大哈，他说课业的事情哦，哇，今天好多小朋友上来哦。JUN 大大是几岁的小朋友？你现在读哪一个年级？比如说国小啦、高中啦，还是国中啦，还是什么年级呢？哦，欢迎你上来哟。16岁哦，16岁是高中的年纪呢。欢迎你上来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的支持哦哈。伟林说呢，这个晚安喽，明天要早起工作哈。感恩伟林，欢迎你再度上来哦，明天见喽哈。感恩我们的伟林，那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哈，感恩你。哇，这样子一讲就讲到我们9点09分了哈，好，继续跟大家讲下去哈。来，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JUN 大大说是的，高中生哦，欢迎你哦哈。高中时期呢，我读这个影视科啦。那呢，如果你也对表演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读影视科、表演科系，甚至各项科系。人家说呢，行行出状元，所以呢，各个科系都可以哦哈。感恩我们的这个 JUN 大大，感谢你。那呢 JUN 大大，欢迎大家呢线上的好朋友可以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这样子哦。等一下赶快来跟大家讲这个新闻内容了哈。再来，我们这个呢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下面写27啊，这个是韩文还是什么文哈？感谢你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感谢祝福，感恩我们的伟林。然后呢，今天呢也有一个新闻，最近呢如果要出去玩的朋友呢，大家好注意一下，如果呢你的贵重的行李千万不要只放在这个旅馆里面哈，人就给他出去了。因为呢，最近很多呢就像是台北还新北的卢竹哦，今天的新闻哈，有一个呢日本的舞者来台湾表演，他把贵重的物品呢放在房间里面，放在旅馆里面，结果呢遭这个防务人员偷窃哦。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出去玩的朋友，甚至呢我们只是骑机车出门，离开你的车子，记得车厢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哈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哈，这个安全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以及最近有很多的闪兵案呐当然闪兵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呢这是一个逃避的事情呐。那你有没有人生什么逃避的经验呢？你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呢充电补充回来呢？等一下跟大家继续聊下去。感恩我们的 JUN 大大，他说晚安咯。你是在跟这个伟林说晚安，还是跟我说晚安呢？你要说一下哈。如果是你要先去睡了，那也欢迎哦，因为他是16岁的小朋友，才高中生要认真的读书，读书才是最重点。跟大家讲一个小笑话不行，不想读书常常呢，我们家长呢都会跟小朋友说你要较认真读书啦你要认真读书啦以后呢工作才会好看去考个台积电考个医生等等之类的我说呢那其实呢我们应该呢要认真的积福报，认真的做善事呢，下辈子呢才会过更好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等一下呢，再给大家来唱个歌曲。先来感谢今天有很多上来的朋友哦，不管是我们的林小朋友、我们的伟林、我们的冠宇、我们的 TAKU 大、我们的恐龙卡浪大，以及我们的彻哲哦，然后我们的那个淑英姐，还有我们的很多好朋友，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 JOE 大大。我们的晨晨，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 WISS 大大，我们的 XIN 大大，以及柔宇哦，还有我们的文林，以及 JESS 大大，还有我们的 JUN 大大，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阿生哈，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欢迎大家哦，还有我们的这个。玲玲哈，她说维林美女分享给我看的，哇，感恩我们的这个玲玲，哇，哎还不错呢，你这个名字玲玲，哇，这个是90年代、00年代以后的哦，听起来感觉很年轻的感觉哦。有够羡慕这个名字的，听起来好年轻哦！我都说呢，我现在卡在这27岁的年纪呢，年轻人看到我。觉得呢你太老了，然后呢，比较长辈、比较资深族群看到我呢，觉得哦你还好年轻哦，这样子哦，这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看到这个玲玲哦，感觉哇好有福气哦，这个00年代以后的人真的是哇。很年轻的感觉哈，哇！这个 JUN 大大说呢，是桃园农工的学生哈，桃农的学生啊哈，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哦。先来唱个歌曲，既然呢有我们的新朋友进来，那我们就要唱一首7字连空奏。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它是这样子男女对唱的歌曲啦。那呢，我们一起来现场听一下，我来唱个歌曲，但是呢，没办法听到2重唱这样子哦。已经当阿嬷了，今年57岁，感恩老师，哇，也感谢你不敢当，57岁正是我爸的年纪。那呢，先放个歌曲跟大家聊个天，真是我爸的年纪。那呢，57岁。也要呢开始注意身体健康，吃一些保养品、保健食品哦。因为呢，我爸57岁，今年呢2月份的时候呢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哦，当然有救回来，但是呢现在就是靠这个针灸啦，靠这个复健呢来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呢，也因为如此。让我感受到说呢，家人的重要性，然后呢，也因为如此呢，趁我们年轻，趁我们还有钱的时候，赶快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会出这一张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那呢，一张360元，很便宜的绝缘价。那呢，在我们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结都有在做贩售。那呢，也都可以呢。多听几场直播，再决定做购买，不强迫推销哈。那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会有我们的各项的推播通知、文化的推广。那呢，这个雨涵电台我的频道是没有收入、没有收益的，所以说呢，也因为如此呢，就是努力的推广，让大家更多人知道文化戏曲这样子哈。来讲完了，我们来唱7字连空奏就搞为那刚刚你的朋友推荐你的时候呢，伟林推荐你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一些这个新闻内容啦那呢我们这一台呢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在做直播节目，那呢会做戏曲的推广，会做新闻小知识以及这个书籍的小知识，然后跟大家做聊天，结个善缘感谢帅哥老师，也感谢我们的玲玲祝你永远健康、青春、美丽然后来，我们来聆听一下这首7字奏。秋难改，地
上水七杂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观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爱恋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想开又分开，风风记忆笑了，无非注定悲哀，一步迎春酸叫我自带，往下成天台过雾霾，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情深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刚刚呢，没有注意到这个麦克风是不是有点大声大家呢，对面边有没有破音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刚才好像有瞄到这个已经唱到这个红色地区了有点大声的感觉感谢我们皮筋儿小蘑菇的掌声，以及呢我们 JOE 大的掌声，感恩大家的互动，感恩你们。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哇，今天呢就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也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明天一样8点会做直播所以呢大家要记得明天8点再见在我们节目最后呢，一定呢会来做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先跟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直播内容有什么样的新闻呢？先跟大家做重复一下。明天呢，这个台北的天气，这个降雨几率呢，大概在30%左右，以及呢，这个台中地区、台南地区的降雨大概在10%左右，以及呢，这个台东地区呢，在这个20%左右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以及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带一把伞。带一把雨具带把雨衣大家注意安全。以及呢，今天的主题内容，你都如何为自己充电呢？我是呢听着自己的专辑，以及呢上来跟大家做互动呢，就是我一个充电的方式那你呢？你用什么方式帮自己充电呢？还有呢我们的新闻，这个桃园地区呢有这个毒驾这个吸食完毒品之后呢还毒驾，结果呢撞到一台货车，货车呢就横冲直撞的呢冲上去撞这个电线杆，那呢致命了所以说呢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以及呢有一个机车相撞的这个车祸，那呢也是呢把一台机车撞到对向车道的内车道，那也导致呢对方这个死亡了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那呢这个放烟火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四周围的安全。有呢这个情侣呢在求婚的时候请厂商来放烟火，
结果一不小心呢，烧到旁边的草皮，让呢草皮淹了这个大火，以及呢烧到了我们的人行道咯。还有呢，我们如果去住旅馆的时候呢，要记得贵重的东西呢要带出门，以及呢你骑机车出门或者是开车出门，这个贵重的东西要携带在身上啦。因为呢有日本的舞者来台湾住旅馆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呢被防务人员给偷窃了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安全。然后呢，以及呢，当然最近有很多的逃兵案以及诈骗的案件。如果呢你的普发1万的现金，你想要线上登记，然后呢他直接汇进你的账户，也要确认呢这是这个政府的这个网站哦。因为呢最近出现了这个诈骗的已经抓到了四个这个诈骗网站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也记得呢如果安全一点，就去 ATM 或者是呢去邮局去领钱，这样子领这个普发1万的现金。感恩我们的策哲呢给我们的鼓励我稍微念一下我们的策哲说呢，美好的夜晚共度喜剧的文化，然后气息活跃，每个人美观姿态优雅的戏剧，以及呢开通给每个人这个美好的时光，然后呢在这个气息文化活化你的心胸，开拓美好的晚上的陪伴，短短时间更棒的祝福大家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也感恩我们的感恩你哦。身份不输给唱歌的这个艺人啊，感恩我们的玲玲不嫌弃。那呢我只会唱戏曲的，所以呢唱歌的方式呢跟这个普通的艺人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勉强呢听一下这样子了哈。感谢我们的玲玲哦是不是又开始宕机了哈？然后呢，也感恩我们的 PG2 小蘑菇，他说呢，11月12号开始普发大家要注意哦大家注意普发的时间点，然后呢去 ATM 以及邮局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点。欢迎我们的冠宇跟大家打招呼，也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跟大家打招呼。别忘记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以及呢别忘记，如果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多多的帮我支持，多多的帮我推广，多多的帮我做有吗？欢迎大家，好，大家不要绕跑来，对不对？感觉不好，刚刚呢好像有点小宕机我们重来一下那呢我等一下会赶快呢去把复修，会是正常的跟大家讲一下明天会是正常的广播电台真的是害我都流汗你要到邮局，自己要到银行也都很方便。提醒大家，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财务安全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在网络领取也是可以啦，只是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被诈骗咯，非常的不安全然后呢，以及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大说大家晚安，以及呢策哲说呢这个自己到邮局领，然后到那个银行领比较安全，然后呢也很方便。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都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还没有做过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做做看。那呢，不管你是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都可以。那呢，主要是我们要来观察自己的气息，观察自己的呼吸，以及感恩3件事情。
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来做一下哦，哈。现在呢，听着我的声音，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甚至呢贯穿到脚底，还是在腹部，还是已经冲到了脑中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家庭方面，在工作方面，在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跟你的小孩子，甚至呢跟陌生朋友，甚至就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跟着我们不认识的朋友一起来做互动，有个善心，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在一边感恩3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做了感恩3件事情的腹式呼吸法呢？还是呢，也还没办法跟到我们的节奏，也没关系哦，多听几次，多跟着我们几次，也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做直播，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做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那我们直播节目到这里呢，会告一个段落。节目最后呢，一样呢，来唱个我要去比赛的歌曲哈，这首都马调，但是呢是裁切一半的都马调哈。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这首都马调。中行必我将军神礼来拜，我明开条工，将伊塞，学洗洗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谐。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有能害我何？照片照片啊，我拢有照做，让你跪爱，免来啰嗦。带你见啊，你呀做会现，怎不啊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不知道呢今天的直播节目你们是否满意呢？我会赶快等一下再去开关一下网络让这一些呢问题点呢不再出现。那呢明天再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哦也感谢呢大家上来聆听，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的朋友，感恩呢我们的最后一大大的鼓励，你的掌声以及呢回复说非常满意，感谢你的支持了多天来呢有你呢跟彻哲，有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有我们的呢这个淑芬姐，
有我们的树英，然后呢，还有好多好多线上的好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不嫌弃哦吼，然后呢，我们的玲玲也说非常满意，感谢我们的玲玲，那也欢迎你明天8点再上来哦吼，别忘记了。那呢，如果会忘记的朋友，别忘记底下的资讯栏有我们的赖群组，加入赖群组，每天都会通知你这样子哈，你可以把它关成静音模式也没问题哈。感恩大家，也感恩呢我们的策者说呢，感谢大家深夜美好的时光共度陪伴我们，谢谢每个人带动空间气息文化的应用，美好的时间陪伴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策者，感恩您。感恩大家的不嫌弃，就像我们策者所说的哈大家这样的互动带动呢，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气息、美好的文化的方面的空间。感恩大家哦，多多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哦，上来聆听广播电台，多多跟我们打字做互动，让我知道呢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也感谢今天上来聆听的朋友，以及呢感恩我们互动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林小朋友，我们的这个伟林，然后我们的晨晨，然后呢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以及呢我们的 WIS 大大，我们的柔宇，以及呢我们的 XIN 大大，以及呢还有我们的文林，还有我们的 JESS 大大，还有我们的 JOE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JUN 大大，我们的阿生，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哈，一时之间看不完，我们的冠宇，然后呢以及我再往下滑一下，以及我们的 AKA 大大，以及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哦感谢大家的支持，聆听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所出的专辑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内容。如果觉得听得不错，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回放影片我会放在线上给大家哦。所以说呢，如果觉得听得不错的朋友，可以去前几集聆听这个回放影片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感恩大家上来聆听。最后呢，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结尾咯。大家晚安，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感恩大家，我们明天再会。青林，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搁做，你有灵来我好。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变他，命做我不。对你啊，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我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对爱。忘记呢跟我们线上朋友呢所分享由于呢我上礼拜呢开始种了一颗洋葱我发现呢它发芽之后呢给它泡个水
种个1个礼拜之后呢，它变得这么高了。如果呢是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哦，资深好友们哦，上礼拜有在观看从它发芽的状态，慢慢的呢看到这个礼拜呢7天呢，它就可以长得这么长了哦。所以说呢，你家如果有开始发芽的洋葱呢，泡点水。你到时候就有葱花炒蛋可以吃了哦，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善的循环，自然界的循环哈。刚刚呢忘记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呢赶快跟大家做分享一下。以及呢，我开始呢有种这些什么黄甜椒的菜苗啦，然后呢什么雪翠高丽菜的菜苗啦，以及呢这个日本茄子的菜苗等等之类的哈。如果有种成功的话，再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哈。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晚安，明天再会喽。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袂收山。我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甜笋茶肉丝。哇，欢迎我们的简可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但是我们准备要下播了你在听回放场哦哈如果有什么想要发表的，有什么讯息呢，再欢迎你在这个回放的影片呢来给我们做留言，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哦。明天一样8点来做直播，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我们8点再会。大道边做万金之苦，怎样阿头来认输？哎呦，来这么疼！咁了我嘛是拍剑师傅，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了？别插我！